来看环境部统计哦，20天来塑胶袋啊已经减量一半咯，免税残余嘛减少超过46%。也毋过，立委就质疑讲，虽然数量是减少，也毋过重量却是增加哦。部长施富成是表示讲，因为目前包括传统市场、佮夜市啊，这个所在哦，拢无受到限制，这所在嘛占总用量的6-7成。塑胶袋离百货公司大卖场顶7类场所袂当免费提供。国内为91年推动限塑政策，当年逐年使用200亿个，实施20年了后，剩剩100亿个，减量率是50%。免税残区10多年来嘛减少46.3%，但立委一期最近10年塑胶袋用量增加14.4度。毛立委无了解为怎样愈用愈济，就是塑胶，我们的越减越多。环境部长施富成表示，目前限禁用14类场所占整体塑胶使用量大约2成左右，但伫传统市场、档佮夜市啊占6-7成用量。被禁用是无啥简单。我没有打到痛点，但是那个痛点，所以那个成分没有打到痛点，会影响我们所有民众的日常生活。毛立委一期4项一届性塑胶用品，包括速供饮料杯啊、购物袋佮免税残区。2030年全面禁用政策，敢若是要法庭政策已经断完啦。施部长强调，无断完只是调整做法。面对立委邀请伊520过了后做伙来看循环杯的。520之后，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去考察循环杯吗？你可以用个人的名义邀请我。520了后，是毋是要留任？部长施富成接受媒体联访时阵表示，这是两难的决定。伊承认准总统甲伊定选，但为着生涯规划，伊拒绝要离520了后，转去中兴大学教册，离明年申请延退。祝福未来环境部长伫环境的推动上，更较上一层楼。记者林俊明、曾志成台北报道。